風又信，秋月無邊。因為你諗下好多種藝術，芭蕾舞啦、話劇啦、歌劇啦，冇一樣係真係本地嘅嘢嚟嘅噃，唯一就係粵劇，佢真係本地嘅文化嚟嘅。ngày 20歲出家過來上梯步啊！唔讀識人啊，竟然873啊！講完啦，有人1號數，後數長有睇不出咯，可能就版稅嘅。咁好多啲潮州人嚟到，即係大家都會用潮州話嚟溝通嘅。嗌地街啊，屈架都教棍啊，屈架都勝片啊。佢聽到啲大家咁嘅話咧，佢都好開心咯。父親啊，知道我嗰代咧都係包兩餐。據香港人口統計，廣東籍居民佔人口嘅80%以上，而全球3000多萬嘅海外華僑當中，有2/3係嚟自嶺南廣東。粵語、粵劇、廣東音樂、嶺南話、客家山歌、疍家鹹水歌、潮州神功戲、古祠堂、圍爐屋、碉樓等等，呢一啲多姿多彩嘅嶺南文化係點樣形成嘅呢？今日又會唔會成為老一輩廣府人、客家人、潮州人遙遠嘅記憶呢？唔少人經常問起：我邊度嚟嘅呢？我又要到邊度呢？於是本台攝製組冒住盛夏嘅酷暑，踏上咗嶺南尋根之旅。嶺南喺山海之間，佢北浸五嶺，南臨大海，包含咗廣東、海南兩省，以及廣西東部同越南北部。公元前219年，一統天下嘅秦始皇派50萬大軍征服嶺南。秦亡之後，楚漢相爭，秦將趙佗擁兵建立南越國，開始孕育咗嶺南文化。嗱，好多時咧，可能你都會被問到：小姐你貴姓啊？或者先生你貴姓啊？咁跟住就會問你係邊度人啊？咁其實咧，即係問你嘅籍貫。嗱，如果係北京咧，就會話我係北京人；如果係湖南，就會話我係湖南人。不過，如果係嚟自廣東嘅咧，可能咧會有幾種唔同嘅講法噃。我係廣府人啦，我係客家人啦，又或者我係潮州人啦。點解會有幾種唔同嘅答案嘅咧？嗱，今日咧我就嚟到粵北南雄嘅珠璣古巷啊，等我哋展開嶺南尋根嘅第一個行程，去尋找答案啊！嗱，呢一條小巷究竟隱藏住乜嘢秘密呢？點解會同咁多姓氏有關嘅呢？穿過城門，見到低矮磚瓦房，張燈結彩，一派喜慶。門楣顯示呢一戶人家係某個姓氏嘅祖居。香港新界有5大姓：鄧、彭、文、廖、侯。呢一度可以揾到其中3個。居民話俾我哋聽，屋後面有鄧氏新祠堂，裏面記載咗鄧氏族人南遷香港嘅經過。呢一條珠璣古巷咧係有1500米咁長啦，闊咧就係4米喎。咁一眼咧就可以望到尾噶啦。咁但係呢度咧竟然有超過150個姓氏嘅族譜啊，係記載喺度噶。佢哋嘅祖輩啊，都曾經喺珠璣巷呢度居住過，然之後咧就南遷至珠江三角洲啊，就成為今時嘅廣府人啦。廣府人嘅祖先又係嚟自邊度呢？點解要到呢一條小巷聚居嘅呢？秦始皇征嶺南，設南海、桂林、象等3郡。史記記載，南海郡嘅龍川縣令趙佗上書秦始皇，要求從中原遷移50萬人至南越，其中大量係年輕女子。南越國同西漢對立接近100年，實行和輯百越，鼓勵漢越通婚。越同粵同音，根據統計，珠江三角洲有3800萬人講粵方言。廣府人嘅稱呼就係始於明代。
劉氏宗祠啊，呢度咧就係珠璣古巷裏邊咧保存得比較大嘅一個宗祠咧，哇！真係好古色古香啊，嗬！裏邊仲住咗有人嘅喎，入去睇下。劉生啊，嗱呢度咧就係彭城堂啊，你講下佢個來歷，究竟點解叫彭城堂啊？嗱，因為嗰啲江蘇嘅徐州羅賓嘅故鄉就喺彭城，後嚟我先到佢哋要彭城咗堂名。哦，原來係咁嘅。嗱，咁你哋供奉嘅係邊一位祖先咁樣？嗰位祖先就係我哋18世祖劉雷公，係佢喺河南嘅平田山嗰度，因為養龍要供啊，我哋要供奉佢啦。就供奉佢啦嚇。嗱，咁我見到兩邊，哇，仲犀利啊嚇！你睇下漢朝啊，24帝啊都喺度啊嚇，你哋係供奉佢嚇。古祠堂嘅陳設講述咗一個家族同國家嘅聯繫。自明代開始，南方嘅宗族以祠堂為中心進行祭祀議事。廣府人喺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重返珠璣巷，修建咗大量嘅新祠堂，歇山頂、黛色瓦、青磚牆、大飛檐、富麗堂皇。呢一間梁氏宗祠以廣州陳家祠為藍本，修建得美輪美奐。乜嘢叫做光宗耀祖？黎氏宗祠嘅功名碑就係最好嘅展示啦。劉生啊，嗱，珠璣古巷咧，其實係乜嘢嚟嘅？係一條巷啊，定係一條村咁樣咧？嚇，係條村嚟嘅，我哋古巷村嚟嘅，呢條村嘅。係啊。咁啊，有幾耐嘅歷史係呢條村？哦，我呢個村歷史好長啦，唐朝嘅時候就要嗰條村噶啦。嗱，廣東話咧就有佢口頭禪啦，就叫做唔使問阿貴。原來阿貴咧就真有其人嘅喎，佢咧就姓羅，就叫做羅貴。原來佢係珠江三角洲羅姓廣府人嘅祖先嚟噶。嗱，據講咧佢就有9個仔啦，48個孫啦。哇！時至今日啊，喺海內外佢個子子孫孫啊，超過100萬人啊！嗱，當年羅貴啊南遷嘅時候咧，係咪由呢度開始走難嘅咧？係啊，嗰陣時咧由呢度珠璣巷啊，兵荒馬亂、腐灰事件呢度唔落得腳住咧，就呢度珠璣巷嚟講咧，38成員、98戶人，通通南遷，一路講落去曲江啊、煙德啊、千縣啊、珠三角啊。呢一次係珠璣巷南遷歷史上規模最大嘅一次遷徙。呢38姓98戶人家乘坐住竹筏順江而下，各家揾到土地肥沃嘅地方就開基定居。喺動盪不安嘅年代，大量中原同江南士族越過梅嶺，嚟到嶺南呢一片相對安寧嘅土地上，墾荒落戶，休養生息，同時亦帶嚟咗中原先進嘅事物。唔少族譜細緻咁記載咗胡妃向村民傳授江南刺繡、紡織技術，就連明目解暑嘅菊花都係咁而傳入嶺南。為咗進一步探尋嶺南開發嘅歷程，我哋嚟到梅嶺。梅嶺又稱為大庾嶺，古道悠悠，雄關屹立，一關隔斷南北天。大庾嶺係5嶺之一，長江水系同珠江水系嘅分水嶺，佢亦係一條生死之路，山高路險，瘴氣彌漫。蘇軾被貶嶺南，感慨問翁大庾嶺頭處，曾見南遷幾個回。嶺南被視為九死一生、蠻荒之地，呢一個困局直到明清先至被打破。嗱，由梅嶺咧就去到珠璣巷咧，大概要18公里啦。咁由珠璣巷咧再去到縣城咧都要10幾公里嘅喎。咁所以珠璣巷咧就係南下北上過客啊，喺路途咧歇腳嘅地方。點解咧？如果你由江西大嶼出發啊，咁啊到咗梅關，然之後再行18公里咧，就到咗呢個珠璣巷。咁當時咧天已經黑咯噃，咁你要喺嗰度咧歇下腳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喺廣東啊，縣城南雄嗰度北上咧，咁去到珠璣巷咧，亦都要咧唞下咯。咁第二日咧先至可以翻越呢一個嘅梅關咧，去到江西噶。唐開元4年，公元716年
被譽為嶺南千年第一流嘅張九齡，從長安返回故鄉曲江，途經大庾嶺，感觸嶺路峭險殘絕，人苦峻極。於是上奏堂玄宗開鑿驛道，溝通南北交通。從此之後，歷代不斷修整拓闊。但係隨住近年南雄文史專家發現咗一條比梅嶺古道更久遠嘅路，中原人南遷嘅歷史於是就變得更加傳奇同令人着迷。下一節我哋繼續同你去探索啊！